来看立宪基金会规划一个是爱情吧的展览，来讨论青少年的爱情哦。基金会是表示讲，感情的教育是比事后的防治愈重要。办公家长甲囡仔会当透过这个展览来沟通感情的代志。幕布中的雷声就亲像是青少年伫成长过程，想要甲厝内人分享爱情，却毋敢开嘴的心情。立乡基金会举办展览，将青少年的爱情生活写做一个短篇故事，邀请大人囡仔做阵来了解青少年的感情世界。因为无讨论，拄到困难的时候，毋知影要找啥物人。感情有真济无共款的样貌，所以讲，阮就经5个。阮发现青少年的感情内底5个主要的故事。立乡表示，虽讲现主时社会风气较开放，但是青少年面对爱情，也是会因为碍脚，也是家长无接受，都毋敢甲厝内人讨论。立乡也拄到真济这款案例，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做校园性病事件，家长才知影家己的囡仔当咧谈恋爱。处理的时候，其实家长都要有很多的心理的建设或者心理的冲击。譬如讲，我就感觉我查某囝真乖啊，谁会发现这个问题？有真济这款的心情的转折，其实嘛是阮咧服务青少年的过程中间，嘛爱帮助因的家长去处理的这个问题。立乡表示，也有真济案例，因为家长对囡仔爱情世界无了解，导致亲子关系也对咧变歹。立乡认为，家长若要了解囡仔爱情世界，会使先为日常关心来做起。上重要的是，莫用教师的口气，态度开放来对话，就可能通下出第一步。记者郭本调随新北报道。